我相信而家世間你喺度各xã有嘅困難，各xã有自家嘅痛苦，各xã有嘅受理，但係我嘅聖經講自家啲，所以呢個約翰福音10:9節樣講到，耶穌講嘅就係門，係嚟撒大亞里過，大亞里出入。你得到搶錯碰，咪意思呢？係嚟殺親耶穌嘅路，要搶錯碰嘅路，搶錯碰咪意思呢？要上帝擔保，要上帝保佑，上帝擔保自家要平安，要適量，隆重嘅擔保自家。嗱，所以自家係聽耶穌嘅路，自家要平安嘅門，要快樂嘅門，要得利息嘅門，要得勝嘅門，因為耶穌都係門，你打耶穌你出入，自家得到佢嘅保佑，得到佢嘅統籌，一定嘅得自家去要得勝，因為佢講佢出入要得到搶錯碰，搶錯碰意思你適量要擔保，聽住耶穌是佢要擔保自家，要照顧自家，所以阿門。